大家平安，新年快乐！从今年开始，我们在家会主用全新的方式，与大家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。一开始我们要读约伯记的第1章，这是很独特的一卷书。虽然它的作者无法得知，但圣经学者认为约伯记是整本圣经最早写的一卷书。有人认为约伯记最主要探讨的主题是一人受苦，但是我们透过今天所读的经文，看见上帝造人有很多的目的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，约伯记告诉我们，上帝造人的目的为了要打击魔鬼。在旧约时代，一般人认知敬畏上帝的人必然得到福乐。在新约时代，圣徒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，就是可能要面对一些的苦难，但是它是有属天蒙福的应许。约伯记里面记载的约伯是完全正直、敬畏上帝、远离恶事，但是我们看到他并不是一帆风顺，也会有受苦的时候。人类古老的仇敌撒旦不仅控告人，撒旦也了解世人只在发达顺遂的时候来信靠上帝。约伯他在顺遂的时候，他信靠上帝，但是在一日之间，他家破人亡，儿女和财产完全失去的时候，他却能够说：“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有一位解经家用美丽如花来描述约伯在家破人亡之前的生活。他以前的确，他的生活是令人称羡的。可是花的美丽和果实的美丽是两回事啊。人可以用审美观点来看花朵的可爱，但实际上对鉴赏者本身来讲是没有太多的利益。唯有花的果实才能够真正满足人。为了要结果子，总有一天它必须牺牲它美丽的外貌。花瓣会凋落，它会变得光秃秃，然而在光秃的过程当中却结出果子来。这果子正是造物主的主要目的，因为只有花的果实才能够满足饥饿的人。我们来默想，如果人生如花一朵，此时是美丽如花呢？若不是约伯说的这句话：“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对他来讲，有什么样的情绪，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次再见。